地大係承載堅硬，仲有咩啊？能夠可以含藏長養嘅呢股能力係嘛？水大佢都有流動，但係佢最主要係咩啊？最主要係潤澤、平等等等呢啲嘅作用。火大係成熟佢，亦都代表住咩啊？智慧、焚燒氣論，諸如此類係嘛？風大流動無礙係嘛？你綁唔住佢，能夠有呢一股力量去到吹動佢，令佢生起。然之後最後尾空，地水火去到講到空啫。空大就係指嗰個咩啊？嗰個無礙，遍一切處，無有邊際嘅嗰股力量。所以你念阿瑪卡基拉蘇瓦卡，具備呢五件事，頭先我所講嘅地水火風嘅呢五件事，你就係用緊真言宗嘅角度去到持緊咒，而唔係死諗爛諗嗰個佛菩薩嘅形象。我哋大部分嘅人話自己修緊密宗嘅人，唔學義理嘅關係，就只係依據住嗰個佛菩薩嘅樣貌去到修持，冇晒裏邊嘅意義，令到自己變成一個外邊係佛教徒嘅形象，但係內在已經係一個外道。